今日想以一路行一路拍嘅方式試下拍我今日嘅 Day 2日更。今日其實想拋一個問題出嚟，我就想其實了解一下，譬如你哋啦睇到我嘅片，會唔會有啲乜嘢特別嘅諗法？會唔會想知道我自己生活上多啲嘅小故事啊？定係中意聽呢類型嘅內容？因為我都遇到一個問題，就係到底我應該以一個乜嘢嘅切入點去做我呢30日嘅日更？想聽多啲人嘅意見，下一步應該要點樣做？有啲朋友俾我嘅 feedback 就係我個 account 比較垂直啦，有啲就話俾我聽，可能我講嘅嘢太 brief， 會令到佢覺得佢可以下一步點樣做，所以我都希望可以知道點樣可以做得更好，因為我最衷心希望嘅係你哋睇我嘅片係會有少少得着，而呢一份就係我會堅持嘅原因。